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，认识老不惧寒，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。孔总是下士温补，无拘无束，亦无阴阳之对待，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。理天以教拨一切阴阳对待，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，自性至理纯然，空察无碍，故无数无管暇无事。任遨游天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。理天之静无闷卷之事。举凡一切活动，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香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香玉意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蟠桃之果实，亦称仙桃。自从蟠桃实周济东海，有的山名鹿所山，上有大桃树，盘区3天里，曰蟠母所物意，内传7月7日，西王母降一仙桃4颗与地，一时折收其核，欲种之。母曰：此桃3000年一时，中下地佛种之不生，必乃止。论无敌为圣欲至善宝境，尽而精通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必然是一位的境界，至圣之疆域，此地至虚至景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，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。自从那交子会